继续来关心，伫咧4月初3花莲地震发生了后无偌久，有一只冰冻节的鱼船啊，风行鱼号，伊为鸟皮头附近出海掠鱼啊。不过到今已经4天啊，却是拢无消无息，加上是拢真着急。因除了请馆长周春美斗3天，嘛希望海巡署甲渔业署等等的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展开搜救的行动，互因的亲人会当赶紧平安倒转来。3名船员前，请来往船舶加强瞭望。海华电台人员一直放送，冰冻这边渔船风行渔号，自查早起8点外出港了就失去联络。船长的查某囝伫咧网络顶留言，希望大家斗3天。讲因老爸已经几多天无消息，一开始就是讲出海了无信号啊尔。爸爸已经失联很多天了，阿公阿妈都没有接到电话，疑似就是要往东部那边去抓鱼啊、鬼头刀那些。船长的查某囝讲，因老爸已经失去联络4天。船上尾也是伫鸟鼻头海峡附近，请大家斗3天找人。有2艘的这个舰艇在外面来在搜寻当中。屏东县政府联络渔业署加海巡署，要扩大搜寻的范围。军事讨论的分析专家也讲到，伫咧菲律宾海峡有侦测到渔船浮具的信号，希望海巡署赶紧去查缉，互失联的船员会当平安倒转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